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生活越來越好，我係 Restart。月份背後到底有啲咩秘密呢？點解10月 October 其實係8月呢？你有冇諗過點解八爪魚八達通叫 Octopus，但係 October 就係10月？點解12月 December 嘅字根啊，即係佢個核心意義啊，係代表十嘅拉丁文 Decem 呢？點解會褪咗2個月嘅呢？原來咧，我哋而家每日睇緊嘅日曆咧，係一場大型嘅打尖事件啊！今日我哋就要傾下咧，古羅馬人啊點樣因為太懶同埋要打仗，將一年12個月咧搞到啲神話同啲數目字完全都配對唔到啦！而家我哋有12個月，覺得理所當然，而其實喺2000幾年前嘅羅馬人呢，一年啊佢哋只係得10個月嘅啫。故事就要從公元前8世紀，即係公元前700幾年啊，咁啊講起啦。羅馬嘅第一任國王啊 Romulus 咧，咁佢就訂立咗最早嘅曆法啦。嗰個時候一年呢就得10個月嘅啫，每年嘅第一個月咧就係大約由春天開始，去到冬天嘅中段咧就會結束，大概係304日啦。當時嘅1月咧係而家嘅3月嚟嘅。點解？因為春天到啦，雪又融晒啦，啲農民咧就要開始耕田啦，啲士兵又要打仗，咁所以咧咁樣先至叫做一年嘅開始。咁剩低個60日去咗邊啊？答案就係根本就冇人理佢。嗰陣時咧好凍啦，田又耕唔到，仗又打唔到，係嘛，黑掹掹咁樣。羅馬人覺得嗰段時間係廢嘅，大家咧喺屋企冬眠就 OK 啦。所以原本嘅日曆咧係由3月數到12月。之後咧斷片冇咗喎，咁啊講下嗰陣時究竟嗰12個月咧叫咩名啊？嗰時嘅第一個月咧，即係佢哋當時唔係用英文噶嘛，係嘛？佢哋係用佢哋拉丁文嗰個語言噶嘛，咁所以嗰陣時第一個月咧其實叫 Martius 啊，Martius 咧咁即係而家我哋嘅 March 啦。咁啊當時為咗祭祀戰神啊 Mars 啊，咁啊春天一到咧，士兵就要出動打仗啦。咁然後第二個月咧就係叫 Aprilus，咁啊代表春天花開啦，就係愛神咧 Aphrodite 嘅月份嚟嘅。而去到第3個月份就係 Maius，咁啊代表大地女神 Maia 嘅，佢係掌管生長同埋春天嘅女神。去到第4個月咧就係 Janus。好啦，點解啊？而家係個 June 字嚟嘅，J 字頭嘅，咁啊因為咧嗰陣時咧係 I 字頭嘅，發呢個 Y 音啊 Janus 咁樣啦，咁但係後來咧轉咗去英文之後咧，就由 I 變咗 J，咁所以咧我哋會讀 Junius 啦，或者 Janus 都會啦咁樣啦。咁啊佢係代表乜嘅咧？咁佢係代表咧守護婚姻嘅天后啊 Juno 啊。咁我哋認識嘅 Juno 咧就當然係阿麥浚龍啦。咁啊黑掹掹，即係好中意黑掹掹嘅麥浚龍啦。咁啊但係原來咧佢係以前係一個女仔名嚟嘅。咁啊跟住啦。第4個月之後到第5個月啦，第5個月至到第10個月咧，咁啊當時嘅羅馬人咧就懶啦，唔再咧安啲神落去啦，唔再話代表咩神咩神啦，佢哋直接用佢哋嘅拉丁文咧嘅數目字啊去命名啦。例如去到第5個月嘅時候咧，拉丁文嘅5咧係 Quinto，所以佢哋5月咧就會叫做咧 Quintilis 啦，Quintilis 啦，Quintilis。咁然後去到第6個月咧，咁佢哋個拉丁文就叫 Sextil， 咁啊去到個月份就變咗 Sextilis 啦。跟住去到第7個月，第7個月咧似翻而家嗰個字啦，咁啊代表7嘅拉丁文咧係 Septem， 所以就變成 September。去到第8個月，嚟啦，去到第8個月啦，佢哋個拉丁文係 Octo 啊，所以8月係 October。呢個亦都係解釋到點解八爪魚八達通叫 Octopus， 8月係應該本身係 October 嘅。咁啊跟住去到9月咧，拉丁文就係 November， 咁啊變咗November 啦。去到最後咧10月嘅英文就係 December， 所以點解 December 其實本身係10月，但係而家咧就變咗12月啦。咁啊去到10月之後咧，去到當時嘅第10個月之後咧，咁就代表一年嘅結束噶啦。咁啊大家咧就翻去屋企搞豬啦，就等春天啦。
後來咧，去到羅馬嘅第二任國王Numa 啦，Numa 嗰陣時咧，為咗補足冬天嘅空缺咧，佢就新增咗呢個1月同埋2月，而1月嗰陣時咧就係、誒 Jan 誒 Januarius 係啦，同埋 Februarius 我本身練好咗噶，跟住咧唔記得咗，讀下就唔記得咗啦。Januarius 同埋 Februarius，讀得順啦而家。咁咧嗰陣時拉丁文就係呢兩個名，咁後來咧就轉咗 January 同埋 February 啦。但係嗰陣時一開始咧，1月同2月並唔係排第一同二嘅，當時佢呢兩個月係排喺10月之後，即係排喺當其時嘅 December 之後。咁由嗰陣時開始咧，一年就有12個月嘅出現啦。咁而呢個 January 咧，又係咩神咧？咁原來呢個咧就係獻俾雙面神Janus 佢叫做譯做中文係雅盧斯咁 Janus 嘅。佢咧佢係有兩張臉嘅，一張臉咧就係睇過去，一張臉咧就係睇未來嘅。咁但係既然係咁，咁點解又睇過去又睇未來，好應該擺喺排第一啦，係嘛？但係咧，當時嘅1月咧，喺羅馬人嘅心目中咧，即係當時呢個 Januarius 呢一樣嘢，喺羅馬人嘅心目中咧，更加似係一條好似走廊咁嘅嘢。羅馬人覺得咧，喺進入咗新一年嘅3月之前啊，係應該要有一個神嚟到守門，回顧舊嘅一年，然後展望新嘅一年，好似一個過渡期咁樣。咁所以佢哋就覺得咧，Janus 咧，呢個月份就喺呢個年尾嗰度咧，足足守咗500幾年啊。而Februarius 就係點嚟㗎個名？原來係源於古羅馬嘅淨化祭典 Februar 呢一樣嘢，作為一年嘅最後一個月啊，大家要喺呢個時候大掃除啦，洗滌靈魂，乾乾淨淨咁樣迎接3月嘅新開始。而呢一種3月先係真新年嘅傳統咧，直到公元前153年，好容易記啦，153嚟到公元前嘅153年咧，被一場戰爭咧就打破咗啦。記住頭先講緊咩？講緊公元前嘅600幾700年前咁樣嘅，跟住去到隔咗500年啊，跟住咧先至咧有一個新嘅改變。咁話說就係當時咧西班牙地區就發生叛亂啦，羅馬就好需要派呢個執政官去平亂啊，但係法律規定執政官係要到3月15號先至可以上任嘅。元老院一睇，等得你哋上任啊，徵兵啊，行軍啊，人哋都打到嚟門口啦。於是佢哋就落咗一道行政嘅命令，由今年起1月1號就係新年，官員唔該即刻埋位做嘢。就係咁樣，原本喺年尾守門嘅 January 就咧轉咗去排第一啦，而後面嘅月份咧就全部咧褪後啦。插隊打尖呢單嘢完咗之後，去到公元前嘅45年啦，我哋好熟悉嘅一個名凱撒大帝 Julius Caesar 咧就登場啦。你睇下頭先講緊公元前153年，又隔咗100年啦，先再有改變，咁咧證明咧係啦，有啲懶嘅咁樣啦。去到凱撒大帝登場嘅時候，佢就推行咗一個叫做儒略曆Julian Calendar 咧，正式將1月1號確立成為咗羅馬公曆嘅法定新年。而凱撒大帝佢揀1月咧，係為咗就係向呢個雙面神嘅 Janus 咧去致敬嘅。呢位象徵住門戶同開端，一面回望過去，一面展望未來嘅神，向佢致敬。而到咗第二年，公元前嘅44年，凱撒大帝遇刺身亡，而為咗紀念佢因為佢嘅生日咧就係喺原本嘅5月咧，即係Quintilis。死我又唔記得咗 Quintilis，死唔記得咗，讀下又唔記得咗。anyways 啦，咁總之就係咧嗰陣時嘅5月，因為佢嘅生日嗰陣時係5月啦。而羅馬元老咧就決定將呢個Quintilis，哎呀，讀到錯晒。元老就決定將 Quintilis 咧改名做 Julius 啦，因為凱撒大帝叫 Julius 啊。後來去到英文咧就變咗 July，所以咧將褪咗2個月之後咧5月咧就變咗 Julius，即係而家嘅7月啦。要嚟
俾一個肯定佢，就係話啊，佢在位嘅時候推動咗好重要嘅立法改革呢個咁大嘅貢獻。咁啊，跟住啊，到阿凱撒大帝嘅繼承人咧，亦都係羅馬嘅第一位正式嘅皇帝，咁啊叫奧古斯都 Augustus，一聽個咩知咩料啦，係嘛？Augustus 啊，咁啊佢啊都想好似凱撒大帝咁威啦，佢見到自己最重要嘅軍事勝利，包括自己征服咗埃及咧，佢覺得都發生咗喺 Sextilis，即係當其時嘅6月。佢覺得當其時嘅6月都係自己好叻豬嘅時候，咁所以咧佢就揀咗咧將呢個 Sextilis 將當時嘅6月咧就要改名做 Augustus 啊，咁咧就即係呢個8月啦咁樣，即係 August 就係而家嘅 August。咁啊，另外仲有一個傳聞喎，佢話當時咧原本8月咧得30日嘅咋，咁啊比7月少咗1日啦。咁啊 Augustus 就覺得咧唔夠威啊，佢覺得比阿凱撒大帝又輸咗啲咁嘅地位低咗，咁所以咧佢就由2月嗰度偷咗1日咧，就擺落自己個8月嗰度，令到2個月都變成咗31日。咁雖然而家聽落咧就好似流流地啦，可以咁樣偷嘅咩咁樣？但係套用翻落去阿奧古斯都當時嘅人設咧，其實又幾合理嘅喎，咩都唔輸蝕啦嘛。咁啊，所以咧我哋而家用緊嘅12個月，其實啊係混雜咗農民嘅作息啦、神嘅職能啦、皇帝嘅虛榮心啊，同埋一場急迫嘅戰爭而嚟嘅。歷史有陣時候就係咁幽默噶啦，一個2000年前嘅行政決定，令到我哋咧至今仲喺10月份咧都讀住8字頭嘅字根啊，即係 Octo 呢一樣嘢啊。咁啊，多謝你哋咧，聽完呢段漫長嘅日曆冒險。如果你哋中意今次嘅分享咧，歡迎 subscribe、like、留言、share。咁啊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